所以可能讲话会不清楚。好，呃，今天晚上要上的是新的单元哈，不是新的单元，就是也是 Marching 的动词字根。那这个字根你可以沿用上次的哈，其实已经第 Marching 的这个我们已经好像是今天算是第3周了，所以照理来说，有哪一些字根应该都还记得啦。好，我们先来看看哦，我一样是用达瓦这个字根笑。好，第一个哈，格达瓦案，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有造句过是这个了，格达瓦案所笑的人呢是人是实地物啊，格达瓦案。所以我们台湾所笑的也可能是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想啊，你现在就可以先想字根哈，那个妈型的动词字根哦，不对，动词哈，这是动词，想一下哈，需要我再贴上来吗？好，如果有需要我再贴哈，再跟我讲一下。好，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试过了哈，第一个句型，第一个构词，卡达瓦安所笑的人事实地物之类的哈，嗯、这个要造一次吗？好，我们再造一次好了。我们上次是这个嘛，第二个卡达瓦安，我们再造一次，造一句就好了哈。我们一句一句来。举个例子哈，即那么古卡达瓦安的古啊，这个好像是上次那个谁 Alex 的句子是不是？卡达安所笑的，那么是我所笑的人嘛？卡达瓦安那古即那么古卡达瓦安所笑的人是实地物嘛？对，第一句哈，第一句比较简单，因为做过了，我们来试试看哦。妈型的动词字根哦，我贴出来好了。好，这是个哈，试试看。我大概先说明一下哈，其实像每一页我之前做的这个 PPT 啊，我们这个 PPT，它每一页你看有时候是2个例句，有时候是3个例句啊，为什么会被归类在一起？它的使用方法其实是一样的，虽然意思不一样，它的使用的方式会是一样的哦，所以会把它归类在一起，这样我们大家也比较好造句了，在使用练习的时候。好，我们现在就先使用这个第一个句型，第一个构词哈，嘎，然后动词是跟妈型的，后面加按，就是还嘴哈，个达瓦按所笑的。
那个看苏璇老师，来麻烦你念你的例句。来，Cipanai ka ilulan aku，我所想念的是巴奈。好，谢谢。Cipanai ku kailulan aku。Cipanai 是巴奈，ku kailulan 一路是想念嘛？kailulan aku 我所想念的。好，我们再请嘎造老师来念你的例句。Hai, Cimaku kau si anu misu iniaro. Jika ku kau usian numaku iniaro。在部落令你讨厌的人是谁？我没有打完。在部落令我讨厌的人是嘎造。好，谢谢嘎造老师。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句子。Cimaku kau usian numisu iniaro。好，问句哈，Cimaku kau usian numisu iniaro。然后回答说，嘎造有kau usian numaku iniaro。所以这个肯定句跟问句都是可以使用的哈。所以比较常用的哈，比较常用就是像这个构词比较常用的是前面会有个咕嘎马安难哦，就是这个马安咕嘎马安难就是所怎么样的是什么？咕嘎马安难那个马安就是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了，所以比较常用就是前面加个咕。好，还没有别的例子，这个很简单，因为之前也练习过了。好，还有吗？好，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Usuka i ooi linlagu ga shahan，他所要医治的是腿上的伤口。这样，乖乖。Usuka i ooi，我了哦，腿上 Usuka i ooi linlagu ga shahan。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翻译是他所医治的是腿上的伤口。好，我先来问 Alex 哦，你是中文翻阿美对不对？还是说你先想主语？我先想主语。老师，那个腿是 ooi 吗？还是 oo？ 我了，我们讲我了，我不知道那个。那我改一下，因为我可能背错了，是 oo。哦，腿。你说的腿是大腿吗？还是小腿？可以区分哦。因为我们大腿讲这边。哦，这边。我写一下。如果小腿呢？小腿我们就讲不对。或者说整只脚歪。小腿是怎么拼？不对啊。不对哦。哦，好，等一下啊。对。所以你要讲的是腿。第三个，老师刚刚讲第三个是整只脚是歪，整只脚，对，整个从大腿到脚底这样子。好，谢谢老师。那我改成我爱好了。我了，想一下我了，我是想不起来。我了，我爱我了，我是什么？膝盖呢？堵住了，或者讲膝盖是堵住了也可以。
好，读书。我想一下，这个我是什么？我在太原的时候，那边的人跟我说，那个脚是哦，然后有哦有哦好，有这个发音，但是我查一下哈，我蔡中涵的字典好像那个我跟那个我爱是一样的意思。凯明老师他怎么拼？蔡中涵这边怎么拼？两个 o， 然后最后一个喉舌音 o 这样 o 一撇这样。叫呀，所以他讲的就是瓦爱嘛。他的解释对，是同我爱，就是跟我爱一样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了，那个那个就是习惯用语，可能跟部落又不一样。所以我有听过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听过的，所以他其实讲的就是瓦爱啦。那如果说要指称那个要分的话，要对，或者说这边大腿、小腿这样子，或是脚掌，或是膝盖堵塞了，它还是可以细分的。那如果说统称整个脚的话，就是我或是瓦爱。好，那我说嘎我拧了他腿上的伤，故阿萨汗，阿萨汗，诶。如果说我来看中文哦 ，Alex 那个他所医治的是腿上的伤，所以这个他应该是个医生嘛。如果说他是中文翻母语的话，就变成所医治的个阿萨汗。所以要改金大吗？等一下啊，我先想一下哈。阿萨是指那个伤口愈合，或是说生病痊愈，对不对？对。那能不能当做医治呢？当做医治的话，马萨，我不是很确定能不能当做医治，因为它是痊愈。对哦，那个应该是痊愈比较好。对，因为麻是自然的状态，自己形成的状态，所以应该是治愈痊愈比较好。对，或者说对啊，马萨它是痊愈啊，马萨。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痊愈的是腿上的伤口，这样。如果我们看你的主语啊，我说嘎也我你了，我说嘎也我你了，古嘎汉，我这样讲，其实我自己也不好理解，所以这个肯定有点问题。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是先有中文才翻主语，还是说你先想好这个主语才翻中文的？我可能一开始就把那个阿萨的意思搞错了，所以句子才会这么奇怪。因为我以为它是医治的意思，然后刚刚老师提醒说医治不太对，应该是痊愈。我想说，应该是痊愈比较有道理这样。动词字根，看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补救这一句哈。就说不管是修饰主语，或者是说中文。好，那个我们线上的哈，我们帮那个 Alex 来试试看哦，
看看有没有比较合理的，就是说按照他所写的这个，看看要改主语或者是说中文，然后让这个句子会顺这样。我说嘎，你呢？前面这一个是没问题的。我说嘎，你呢？我说嘎，你呢？他腿上的那个伤的伤，他腿上的伤，这个前半句是没问题。然后后面咕个阿萨汉咕所以这个可能后面要改什么会比较好？好，大家有没有想法？老师用那个米阿萨汉努一信这样，医生所医治的是他脚上的伤口。可是这样就没有那个我们用的口词哎，你刚刚是用对啊，因为他的的中文就要变，他就变主语要改。Asahan no ising ko suka ningra。刚刚苏璇你所讲的是没问题，可是它是另外的，因为我们如果要用那个嘎什么案呢？要么就是换一个词，因为前面那个没什么问题，我说嘎我ningra。然后这一句他腿上的伤，他腿上的伤，然后咕阿萨汉嘎什么案？嘎阿萨汉路一性这样呢？如果好，我现在决定了哈。如果像 X 你也听一下，如果那个阿萨，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他是马型嘛，马萨嘎阿萨汉，如果这个可以拿来当做医治的话，你后面可能就要加一个就是奴医性。好。嘎阿萨汉奴医性就是医生所医治的是他腿上的伤嘛，就会变成这样子。好。所以你的那个中文，中文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医生他变成医生了，医生所医治的是他腿上的伤口。不过这个前提就是那个阿萨，我们把它当作是医治的话，所医治的，对。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能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我们一般讲那个阿萨是痊愈的意思。对，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医治的这个意思，也不晓得。我刚才查那个线上词典啊，那个医治要像那个苏宪老师说的要用咪，对不对？所以刚应该是痊愈，这样翻比较准确一点。阿萨汉所痊愈的，就是他所痊愈的是腿上的伤口。医生所痊愈的是他腿上的伤口。就是他腿上的伤，他所痊愈的是腿上的伤口，这样会不会顺一点？你看啊，问题是谁痊愈他？好，因为你这边写，你看啊，我嘎斯汉你看他腿上的伤，对不对？对。他腿上的伤，古米阿萨汉女性，古阿萨汉。比阿萨汉努一性。如果森哥，我这边有一个建议，说把那个 Alex 把那个宁拉移到那个嘎阿拉汉后面，其实应该这个句子就会比较像
跟医生没关系，就是他自己痊愈的部分会不会比较顺？我都改我了，古嘎萨宁拉，他所就是痊愈的他痊愈的，他所痊愈的地方就是他脚上的伤。所以这边他应该是自己痊愈，应该跟医生没有关的，对啊。哦，好，我来念念看啊。我所嘎伊乌了，宁拉古嘎萨宁拉，其实也可以啊，后面加个宁拉还是可以啊。对对对他腿上，他所痊愈的是他腿上的伤，其实也是可以啊。所以变成那个宁拉要变成2个，他腿上的伤。我改一下哦。好啦，谢谢，我改一下。这种跟嘎拉汉是不是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就是那个痊愈的所痊愈的地方嘛，或所痊愈的部位，对不对？这样翻可以吗？所痊愈的人，我查那个字典嘛，阿萨好像就是痊愈嘛，那嘎拉汉应该就是痊愈的位置，就是部位嘛，对不？因应该是为那个像这个啊，我刚刚有讲嘛，因为上次它可以指这个啊，人是实地物啊，有没有？所以嘎萨汉它也可以是，对啊，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部位或者是地点，对对对对不对？对，可以是部位，也可以是地点。不过这样讲的话，太简单了，会让人家误会。嗯。但是这个我是不知道诶，如果是我因为你看哦，我们他这边写乌苏嘎乌了，所以他已经讲了讲了一个部位，就是他腿上的伤，指的是一个位置嘛。古嘎阿萨罕那个啦，嗯，所以他讲的是，嗯、讲的是什么？所以是他脚的伤已经好了嘛？他脚上的伤已经好了，痊愈的部位。他痊愈的，他所痊愈的地嘎方是他脚上的伤。阿萨罕，哎呦，嗯，所以我们是很少这样讲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从那个呢，从中文来翻，然后翻成那个，就是我们迎合这个构词的方式了。哦Alex 有做一个修改哦。米阿达汉努伊辛古哦，Alex 修改这个是另外的哦。那第二个，我说嘎以乌宁拉古嘎达汉宁拉，嗯，他所痊愈的部位是他脚上的伤口。我说嘎以乌宁拉古嘎达汉宁拉。哎，这个 Alex 所修正的这个第二句哈，它的主语跟中文是可以对应到的。我只能说我们自己很少这样讲。我说嘎有你来个嘎萨你了，可以了。它这个主语跟中文是可以对应的。那第一句的哈，Alex 修改的这个第一句，米阿萨汉努伊辛，我说嘎伊我你了，米阿萨汉努伊辛，我说嘎。阿萨汉
他脚上的伤，苗达汉。好，这个可能要就是有像那个 Alex 的那个第一句的哈，苗达汉女性过苏嘎，有你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很少这样讲，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在对话中，就是有人问了他了，医生到底医治的是他的哪里啊？然后就哎，苗达汉女性过苏嘎有你呢？那一般我们这样说哈，我们来修正一下哈。像那个脚上的伤应该要怎么讲呢？我手感哦，你呢应该会这样讲哎，我们的习惯。我手感哦，你呢他脚上的伤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第二句哈，第二句可能要刚刚那个 Alex 修正的那个第二句，可能稍微修改一下，就是我手感哦，你呢就是用努哈，不要用一。我都干了，我拧了，กูกาสหัน拧了。努，对，亚萨努一线กู都干了，我拧了，这样就很，这样就没问题了。马亚萨汉，对。哎，这一句很简单，可是我们还弄那么久呢哈，表示它其实我们自己在使用上可能没有常用，就是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常用这种结构、这种构词啦，所以在理解上就没有那么快速，这样子还要需要想一下。好，还有别的例句吗？我再看一下，往上看，没有了，对不对？好，我先问好了啦。我们线上的几位哈，有问题吗？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哈。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哈，第二个构词 “magatawa ai”。好，我一样我们来参考前面的哈，这个也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 “magatawa”。被谁笑？被什么笑？马个达瓦，那马个达瓦爱呢？我们来试试看啊。马个达瓦，上一周是讲马个达瓦被谁笑？达瓦，你嘎周是把那被嘎造笑。那个马个达瓦爱呢？马个达瓦几个照顾马个达瓦爱你把那打造是被把那笑的人。所以这个被什么什么笑的人，他其实后面也是可以接上人事、人事物都可以，就是看看你那个句子里面你所呃就句子里面你所表示的那个是到底是人、一件事，或者是一件东西，或者一个动物这样子。好，我们来试试看第二个哈，第二个构词 “magatawa ai” 被什么什么笑的。
某某某是被某某某笑的什么这样的。好，我们先请那个嘎造来念例句好了。哎，jika照顾maka usiai nugabah inyaro，在部落被年轻人笑的人是嘎造。好，谢谢嘎造。几个照是就是几个照就是嘎造哈，几个照顾马嘎乌西爱。好，乌西毛西就是对不起，我被翻错了，被讨厌了，讨厌嘛。不是被笑。对，几个照顾马嘎乌西爱被讨厌，被谁讨厌呢？努嘎巴被年轻人讨厌的。然后后面有一个伊尼亚拉是在部落哈，在部落。好，我先念完整的。几个照顾马嘎乌西爱努嘎巴伊尼亚拉，在部落里被年轻人笑的是嘎造。好，被讨厌啊，不好意思，在部落被年轻人讨厌的是嘎造。几个照顾马嘎乌西爱努嘎巴伊尼亚拉。好，谢谢嘎造，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这个使用上哈，它还是跟这个是很像的哦。这个马嘎达瓦、马嘎乌西，我们来试试看啊。这个照顾马嘎乌西，马嘎巴伊鸟乱，哎，好像没有办法哦，所以可能要换一个方式。所以可能如果我用这个马嘎，我用那个嘎道的这个例句哈，如果我用马嘎乌西呢？变成要用那个马嘎乌西努嘎巴嘎造，就变成这样子了。伊尼亚瑞哦，所以它可能要放在这个马嘎乌西马嘎刀这个要放在前面来用了哈。所以如果是马嘎刀爱就可以，它就没有办法放在前面用，所以可能就是前面还要再加一个。好，我们先来看书贤，请书贤来念。哎，Cipanai maka ilulai aku，被我想念的人是把奈。好，谢谢。老师是不是这边的3个字是名词，然后上面那个是动词，所以句型会不一样？你说这个是名词，对啊，这是什么？被怎么样的人事时地物，这样，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爱啊，玛嘎什么爱，对啊。那你这边是说想念的人，因为你这边写，你前面这边已经是有写人嘛，去把奈古玛嘎伊罗来努马古阿古，这样。如果我这样子，如果讲地点呢？一代棒古玛嘎伊罗拉那古玛嘎伊罗拉亚古玛嘎伊罗拉努马古。台北，被我想念的是台北。被我想念的地点是台北，这样就变成地点了，就变成地方了。所以这是所以苏璇老师，你刚刚说这边是名词，然后刚刚那一句这个是动词嘛？你刚刚是这样说的嘛？对不对？因为我刚没听清楚。好，我们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吉拉外古马嘎达瓦莱阿维桑努马古，被我遗忘的朋友是拉外。好，谢谢。吉拉外古马嘎达瓦莱
阿维桑努马古，吉拉外古马格达瓦莱阿维桑努马古，马格达瓦莱被我遗忘的朋友，是老外，对，没错。我们来试试看哈，因为我们是复习，所以我们来对照。如果我们用这个呢，看看能不能变化。我们请 Alex 想一下哈，如果我用那个，我用那个我们上一周的这个，然后你用你的这个 Magadawa 了，好，你会怎么一样哦？哦，好，意思让它一样，看看能不能。要改写吗？好，我写一下。用念的也可以，还是用写的 Magadawa 了。我先念再写。马格达瓦努马古吉岛外。对啊，就这样子啊。Magadawa努马古吉老外。哦，好。老外被我遗忘了，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构词会有不同的用法啦。好，还有例句吗？好，我们就继续往下好了，我们也不要去拖时间哦。我们来看看，那如果说你还有在写例句的，你就直接贴哈。我们来看看第3个，达达瓦恩，好，跟上面有什么差呢？要被谁笑的？那这个其实它就有那个将要被的意思哦，将被谁笑？好，我们来试试看哦。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如果说，我用 Alex 这个，即老外古达达瓦恩努米达，即老外古达达瓦努米达，老外将要被我们笑啊，将要被我们笑的人是老外，这样子。达达瓦恩努米达即老外古达达瓦努米达。将要被我们笑的是老外。好，试试看哈，来这个结构构词，然后来造句。这个达达瓦恩跟我们上一周纠结的那个达达瓦恩是不一样哦。达达瓦恩它还没有被搭什么什么恩哦，它是还没有被那个，所以它是将要被怎么样的。达瓦恩，达瓦恩。导线还有什么？我们刚刚有新的人进来哈，我先再说一下好了。我们现在是要练习例句，是这个第3个哈。那我用的字根，我们要使用的字根是妈型的动词的字根。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达瓦，所以达瓦恩，达瓦是笑嘛，所以要达瓦恩，它的意思就是，要被某某某笑的。如果讲人的话是谁？要被某某某笑的是什么事？哦，是这样子哈。笑的话，要么就笑人，不然就笑一件事，这样子哦。对，我们来试试看。所以你要换那个动词的字根，妈型的动词字根哦，试试看哦。好，啊，我用我自己的那个例句啊，Kisahku tatawa nita anhoni mapana malaula jingla。Kisahma 是少嘛？哦，少嘛是人。Kisahku tatawa nita anhoni 就是稍后，就等一下，讲的是时间哈。等一下要被我们笑的是少嘛？tatawa nita 就是要被我们笑的人。等一下要被我们啊，我这边少了写一个门哦。一大是复数，是我们。少嘛？古达达瓦尼达安后你，等一下要被我们笑的人是少嘛？麻烦啦，马劳啦，请了。马劳啦是开玩笑，他很会开玩笑，是这样子哦。这个是这个构词3的哦。好，我们先来看，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Hai, jika ku a usian nu gain iniaro，在部落将要被年轻女士们讨厌的人是嘎造。好，谢谢嘎造，jika ku a usian。啊，对对对，我刚忘记讲了哈。那个这个重复子音加母音哈，重复子音是说重复这个字根的这个第一个子音哈，前面要重复，然后呢后面加母音哈。所以如果达瓦的话是用也是 TA 嘛，那这边无系的字根是无，它是母音，母音的话它没有子音，所以是前面用那个 R。哦，所以它没有重复子音了，这前面加一个 R C N，这个照顾 R C N 的改音音念了，在部落里面将要被改音的小姐哈，将要被小姐讨厌的人是嘎造哦，因为嘎造是人名嘛，所以将要被讨厌的人是嘎造。改音也可以讲年轻的女士，可是一般来说，中文里面女士这个尊称好像都是比较有一点年纪嘛。如果讲年轻女士，感觉好像会很矛盾，会不会？说年轻小姐，所以我们讲小姐就好了，改音就是小姐了。在部落里将要被小姐讨厌的人是嘎造。好，还有没有例句呢？第3个哈，练习一下。
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はい。Ukishaku Raruhmen I Barusayan Ni Usai，在乌塞的果园里将要成熟的是释迦。好，谢谢 Alex。Kita 是释迦，Ukishaku Raruhmen。好，你看啊，它是 Rohem， 它的字根是 Rohem 嘛 ，Rohem 是成熟，所以它重复子音，然后加母音啊 ，Raruhmen 将要被这个叫做催熟，是不是？将要被Raruhmen，这个好像那个在农业技术里面好像有这种技术，就是催熟，对不对？Raruhmen。Kita Raruhmen I Balusayan Ni Usai Balusayan，所以这边 Alex 把它翻成果园哦，果园，果园，Balusai Balusayan。一般哈，我们来看那个卢塞好了，看看那个 Alex 的那个句子哈。Kita Raruhmen I Balusayan，这个 Balusayan 它翻成果园哈。那一般我们讲那个后面如果有 an 的，都会讲可能是时间或地点哦。那卢塞是我们讲的那个果实或者讲水果啦。巴鲁塞恩果园，巴鲁塞恩尼乌塞就是乌塞的果园。果园有没有别的说法？来查一下哈。巴鲁塞恩。蔡中涵那边其实就是讲巴鲁塞恩就是果园嘛。好 ，OK。如果说蔡博士说那是果园，那我是可以信任的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这样子啊，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构词就是很丰富，有时候如果集中起来这样去练习，有时候会搞混哦，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好，巴鲁塞岸记起来就是果园的意思哦。然后我们请淑贤老师来念你的例句。Jipanaiku a elu lan ning la，将要被他讨厌的人是把奈。好，淑贤老师，你的那个想念啊，写错了。笔误，你的那个阿伊鲁嫩伊恩有没有？对对对对。好，Jipanaiku a elu lan ning la，它的字根是 elu 了。就是褐色，然后 I L O L 一路，所以它是母音，第一个字是母音，所以不用重复子音的字根，直接加一个母音啊，这样 I L learning 了，将要被他想念的人是把内，所以这个宁拉宁拉不是把奈哦这是另外一个人哦，他直接用就是那个人称代名词哦，是另外的人，不是把奈他本人哦。
好，我们还有例句吗？那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了哈。好，那个妈型的哈，妈型的我们就练到这边哈。我们现在就是往下就是 OM 型，OM 型就是中缀了哈。中缀的字根，我先贴好了，大家可以先看。好，我先把中缀的字根先贴上去哈。好，有12个。那有一些哈，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好像有几个，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然后可能我们部落也没有使用这样的单词，所以我那时以为没有这样的中缀字形哦。但是已经确认过都是有的哦。我这边贴的全部都是中缀的字根。啊，都是动词。我们现在要练习的都是中缀的动词的字根哈。如果你还有想到别的中缀字根，也可以帮我补上去哦。好，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个例句是 ragat，ragat，它是中缀哈，ragat 是属于中缀的字根。好，那 ragat 什么意思啊 ？ragat 就是走的意思啊。那如果要变成动词呢 ？ragat。好，好，一个哈，我们就用 ragat 来做那个造句啊。这个比较简单。好，我们先请那个嘎造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好了。哎，Rumakat jika zao ilala nu niaro，嘎造走在部落的路上。好 ，rumagat 啊，对不起，几个？对不起，我写错，我怎么用同样的字根？我改一下，我再重写一次。好，没关系，你已经写了，那你再写另外的哈。那我就讲解这个 rumagat，因为刚好可以帮我示范哦。如果字根是 ragat，那在句子里面，在句型里面的使用就加中缀嘛，rumagat 哦，才能使用在句子里面哦。rumagat 就嘎造，嘎造在走路，在哪里呢？一个伊拉兰努尼亚的部落的路，部落的马路上啊，所以它那个伊是那个地方副词。rumagat 就嘎造伊拉兰努尼亚的。嘎造走在部落的路上，伊拉兰哈，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PT 哈，这个 rumagat，其实我们可以讲走就好了。那走路是我们中文常用的方式啦，走路就表示我们那个走的那个动作，其实我们可以讲走就好了。不过这个走就好像是那个感觉，又好像是那个祈使句那个哦，但是它就是一个动作哈 r o m a g a 就是走的意思。好 r o m a g a iraran， 所以这个可能稍微框一下，好，这个路哈，这个 r o m a g a 后面这个中文走路，就这个路我可以框起来哈，可以省略哦，可以省略，就是走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它是走路的意思就好了。好，我们来看那个，好，请赵再念你的那个新的。好，
祖米盖吉嘎造伊拉拉努尼亚若，嘎造在部落的路上跑步。朱米盖，好，它的字根是吉盖哈，这个把这个 om 拿掉，就是这个字根吉盖。那在句型里面的使用就要加中缀哦。朱米盖，朱米盖吉嘎造就嘎造在跑步，在哪里呢？拉拉努尼亚拉在部落的路上。好，我们请苏璇老师来念你的例句。Kumaan kukulong do lengus，牛吃草。好，谢谢。古马恩，它的字根是感恩，哦，感恩吃。那在句型里面的使用就要加中缀哦。古马恩就是吃，古马恩咕咕隆，古马恩咕咕隆多人沃斯哦，人沃是受词嘛哈，多人沃斯，牛在吃草。OK。还有吗？第一个比较简单呢、我会提供我的句子啊。我们刚刚因为是2分开始嘛，所以我们8:02的时候再休息。好，这我写的 Romakat 这是我刚刚我用的那个字根呢 Rakat Romakat di Sauma 达拉比迪兰去所以你看我们使用的那个方式都是一样哦，都是把这个中缀的这个构词都放在最前面，然后谁在干嘛，谁在干嘛。Romakati 扫码就是扫码，走路，在走路，然后去学校，达拉比迪利站这样子。好，那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待会我们再请 Alex 来接着来念例句哈。我们先休息，然后待会回来的时候10分钟哈，所以是8:12好了，8:12我们回来上课，然后再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了吗？马拉里弗吉以新阿吉属于朱米盖伊嘎朱米盖安，以新和属于在运动场比赛赛跑。然后第二句是罗马哈什多古拉瓦瓦瓦瓦伊尼亚罗努马过，在我部落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 Alex 的句子哈。马拉里弗吉里辛吉东义，这边有2个人哦，吉里辛吉东义2个，然后他们在干嘛呢？马拉里弗长大哈，马拉里弗吉里辛吉东义，马拉里弗就是在比赛啦，或是说互相较劲啊，互相较劲就是比赛嘛。马拉里弗比赛什么呢？用 R 来连接成祖米盖跑步，祖米盖案好，祖米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就是第一个那个第一个构词哈，加中缀祖米盖，所以它的字根是乞盖，祖米盖祖米盖案，这个也是构词哈。祖米盖案就是跑步的地方，跑步的地方我们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运动场了。不过有的部落，像我们部落就会用介词，好像以前的都是用介词，就是运动，所以我们讲那个运动会都讲运动会这样的，运动就是运动嘛。
这个是日文吗？还是中文介词？我也不晓得。日文不知道是不是也叫运动啊？我不知道啊，它是介词就对了。所以我们讲那个运动会哈，都讲那个运动会。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讲那个运动场，我们会讲那个运动干。那这边那个 Eric 讲的是，他写的是 Gatsumikayan，就是跑步的地方。那 Be Undogan 就是运动的地方哦。我刚刚写了这个。好，那个像这个 Alex 的第一句哈，像我们刚刚前面都是把这个构词都放在前面，没有？那如果说 Alex 的这一句如果使用我们刚刚的方式呢，把它放在前面，也是一样哦，就是把这个主名盖放到前面，主名盖扎，或是主名盖吉利信啊吉容易。或者是马拉里弗啊，米盖去理性啊，去容易以各种米盖样。如果我直接放在前面呢，把这个主米盖放前面呢，主米盖去理性啊，去容易啊，马拉里弗以各种米盖样，这样也是可以哈。那中文翻译呢？我再念一次哈。如果 Alex 的这一句哈，我们用我们刚刚的那个构句的造句的方式哈，把这个构词放在最前面去，就是这个主米盖，主米盖及理性啊及容易，就是理性跟容易在跑步哦，主米盖及理性啊及容易跑步干嘛呢？也是用啊连接哈，啊马拉里芬就是在竞赛，在哪里竞赛？一个主米盖案啊马拉里芬。马拉里准备改一些那些东西啊，马拉里夫也该准备改样，这样也是可以哦。好，那第二句罗马哈，罗马就是成长、长大。罗马哈度，这个度就是完成式哦。罗马哈度已经长大了，罗马哈度过啦哇哇哇哇，那些孩子都长大了，然后以鸟的那么过。我的部落的那些孩子哈，古拉娃娃伊鸟的那么不，我的部落的那些孩子，我们哈都已经长大了哈。好，好，我们来请信燕，信燕你来念你的例句哦。哎，老师好。好。Tumangi jingila asumua i takwanan，我们大高外高过上jingila，他哭着对我说我是小偷。好，谢谢信燕哦。如果在句子里面啊，记得就是第一个字要大写哈。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的话，然后后面呢也要一个逗点、句点。好 d o m a n g it， 好，它的字根是 d a n it， 所以在句子里面就加中缀 d o m a n g it， d o m a n g it 清啦 ，d o m a n g it 吉啦，也可以哈，这个没错，就是吉拉跟紧拉是一样的哈。那这是习惯用语不同。d o m a n g it 紧拉，他在哭 d o m a n g it 紧拉，哭干嘛呢？啊，什么了哦？哭着说话，什么了？哦，这个什么也是东缀哦。说话我们叫熟啊了，哦，那加中缀啊什么了？一大官难对着我说，
都忙伊金拉阿苏马伊达瓜难，然后呢，说什么？说乌米达高威嘎古三金拉啊。如果哈，如果我们把信愿的这一句啊，把信愿的这一句，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方式是感觉上是两句话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句话，一个完整的句子要怎么写啊？我先写主语哈，中文我就先不写。我先修改一下哈，大家也可以帮我想一下哈。Tumingin semua itakuanan。好，Umitakawai kaku san jingra。好，大家帮我看一看啊，那个凯明老师，还有帮我看一下啊，看看那个我们把刚刚信念的，因为他是把它分成两句了，可是它其实是一句话嘛。如果我们帮信念修改的时候，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他对着他哭着对着我说，哭着对我说哈，对着我说，说什么呢？我米达高外嘎古闪经了。好，凯米老师这样写对不对？我讲的是符号，我说的是符号。符号应该对，我也不敢讲对不对，应该对了。该大写的有大写啊，那因为那个中间那个是逗点，那个叫什么？逗号。引号。因为他这个引号是那个他那个人在对我说的那个话嘛。乌米达高维嘎古，他就讲这样而已，有3个单字。乌米达高维嘎古，然后后面那个是撒安金啦，那个是我在描述他的话哦。撒安就是说这样哦，他说这样子哦。好，信燕，你觉得我写的对不对？主语可以啊，可以唱出来了。哦，可以哈。所以如果说大概，我们阿美族语的那个会使用的那个符号哦，就是那个句号、逗号，还有像刚刚我们像这个，我们族语里面也常常有这样，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撒安，什么什么什么撒安，这样就是在描述他人讲的话，都会用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引号，双引号，就是上面2个点，就把那个话框起来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方式啦。好，那就也谢谢幸运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刚刚我有想到一个像刚刚那个 Alex 那个马拉里弗这个里弗哦，像我们有时候讲人家用力啊，把里弗等加就是用力点，用力啊。那在蔡中涵的那个，他没有这个把里弗的意思的那个字哦。在那个蔡中涵词典里面，那个里弗都讲那个试验、考验、抵抗啊。那在我的部落里面，有时候会讲叫人家用力，把力分，就是做什么事情，扛东西啊，或是打人啊，把力分，就是加一点力道这样子。
那这个马拉利克是比赛的意思。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就第二个哈，也是这一页的哈，Saga Rumagatan。好，Saga Rumagatan。这个我们以前也常常练习哦。前面有个 Saga， 后面一个是 an， 都是有想要干嘛，想要干嘛。有没有？如果是 mission sabi 什么什么案 sabi 嘛案难有没有？想要干嘛？因为这个是中缀哈 ，saga 这个字跟 ragat 还是要加中缀哈 ，rumagat， 然后前面加 saga， 后面加案 saga rumagatan。好，来造个句子看看哈。所以它的使用方法跟这个 rumagat 其实是一样的哦。好，我用这个罗马盖，我写我的这个例句哈 ，Sagarumagatan， 所以我直接用在前面哦。Sagarumagatan 及扫码，达拉比蒂利丹，达拉比蒂丹就是去学校。Sagarumagatan 想，Rumagat 走路嘛哈，想走路去学校，谁呢？及扫码。Sagarumagatan 及扫码，达拉比蒂利丹。扫码想走路去学校。好，请嘎照来念你的例句。Hai Sakazumikai Gaku Iriat Nu Busu， 我想在台东的海边跑步。啊，我少加一个按哦，等一下，这应该是按哦。Sakazumikai 对不对？对对对。好 ，Sakazumikai Gaku Iriat， 我想在海边跑步。哪边的海边呢？Iriat Nu Busung， 就台东的海边跑步。好，就这样子哦。森同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那个伊利亚，它到底是指就是海上、海里面、海边是都可以吗？还是有要特别描述那个它的现场的状况？是在海上面呢，还是海的旁边呢？要这样描述吗？你说一说，到底是海上还是说对不对？那个我每次看那个伊利亚，就是我都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在海的旁边呢，还是在海的上面，还是在海的里面这样，还是说都可以这样用？都可以，因为要看你的那个，就是说你句子的结构，我也可以这样讲啊。Mitzrayim gaku daraliyar Mitzrayim哦，所以在中文翻译，中文翻译就要变成我要去海，我就要海边潜水。我们讲那个海边，其实不能讲海的边边啊，应该说海里面潜水了。对，我要去海里面潜水。Mitzrayim gaku daraliyar。那你现在是用跑步嘛？跑步当然一定用海边啊，不可能是海里面跑步，也有可能啊。现在有那个自由潜水啊，他们会跑到海里面跑步、欸。这个变成要看那个情境了。哦，对，所以那个还蛮笼统的啦。那个利亚的可以讲在海上、海里面、海边边，或者是说那沙滩也可以。哦，了解，谢谢。好，请苏贤老师，你的例句。嗨，Sakakuma gula tutung都保利，那只猴子想吃香蕉。好，谢谢苏贤。Sakakuma 是感恩是字根，对不对？然后加中缀 Kuma
那再加这个前缀后缀沙嘎马难沙嘎什么什么案哦，就是想要吃。古拉罗东都包利，好吃后面有一个一个受格受词保利。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Saka somelaan kula iso da dala heka godiren nila i real。那只鲸鱼想要呼吸，所以将它的身体浮出海面。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 Alex 的例句啊。Saka sumlaan sumla， 这个是我贴的那个字根，对不对 ？sla sumla， 对对 sumla。Saka sumlaan kura isu isu， 那个，所以这个叫金鱼啊，我还不知道金鱼怎么讲嘞。那只金鱼想要呼吸哈，什么啦？所以字根是 sla， 好，然后加中缀 sumla 这样的。这个 sumla angora isu 大，所以大，这个也可以讲所以了哈。这个大了嘎过迪人尼拉伊利亚的，所以才会他才会将达嘎了过迪人尼拉，所以他的身体达了嘎了，达了嘎了上岸，浮出海面。好，这个我们来想一下哈。达拉哈嘎了，其实它有这个字哦，其实有两个。我们讲的那个哈嘎里是讲那个世上了。达拉哈嘎了，比如说像那个基督教想说，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用这个字啊。达拉哈嘎了，那诺嘎巴来吉 yes 达拉努，就是达拉哈嘎就来到这个世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那个上岸，达拉哈嘎了。像以前我们部落的那个，就是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出海潜水，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会讲啊，达拉嘎多给他，我们上岸了这样，达拉嘎了哈，上岸。所以这里 Alex 是用这个字哈，就是说这个鲸鱼让它的身体浮出水面，可不可以用这个达拉嘎了？我不知道呢。一般来说，这个达拉嘎尔是要上岸的。可能是有那个意思啦，但是适不适合我不晓得哈。达拉嘎尔过迪人尼拉。好，后面这个可能要，因为那个鲸鱼将它的身体从海里面浮出海面嘛哈。所以可能要那个后面这个伊利亚的这个可能要再加一个字哈，加一个 na， 那伊利亚的，就是从海里有没有？从海里好，达拉嘎拉，古迪人尼拉，达拉嘎拉古迪人尼拉，那伊利亚来，那伊利亚就是从海，那伊利亚从海里这样的。不过这个达拉哈嘎我不知道能不能使用浮出水面，或者是我们直接，如果是我就直接我的中文翻译，我直接改中文翻译，所以它才会从海面上，就是说海里浮出上岸，就是上岸，
因为像 Alex 这个有几个字，它会没有办法对应到主语，像比如说浮出、海面这个就，就是我很难对应到主语啦。如果说这个海面是 Hagar， 可以这样讲的话，那就没问题。打了 Hagar 过迪伦尼啦，所以他的身体浮出水面。所以你的中文翻译可能要从海浮出才会。如果这个打翻成才会，或者是说所以他将身体，有没有？所以他将身体浮出海面。从海浮出，所以他才会，所以他将身体从海浮出，或是从海上岸这样子。我好看一下哦。那个，所以 Alex，你再花一点那个心思看看，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去对应到那个。老师，我查那个吴明义老师的字典啊，他有一个例句，他是写打了和嘎读国福定，然后他的中文翻译是写鱼已浮出水面了，这样。所以好，打了和嘎了读国福定，鱼已经浮出水面了。打了哈嘎了，他是这样翻译。好。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我先不反驳那个但我觉得那个是修饰过的那个中文，因为达拉哈嘎尔是达拉哈嘎尔应该是要上岸。上岸哦。那鱼如果浮出水面，你看在10海里，鱼可不可以浮出水面？对可以，人也可以，也可以叫做浮出水面。100海里，它也叫做浮出水面。可是我们就不能讲达拉哈嘎呢？没有呢，达拉哈嘎是要上岸呢。所以这个应该是修饰过的，就是说，对，我先说一下像比如说像我们群这个课程群里面的，像这个信燕啊，还有像这个红爱有时候会来，有时候没来还有像那个李固，信燕可能也比较少上来那我先说一下就说我为什么要去对照那个主语跟中文的意义这个意义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尽量我们的主语跟中文是没有多也没有少，就是可以对应到的。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精准，或是说翻译的时候会更精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学习者或不管是年轻老的，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解释，就是不会问倒啦。就是你看像我敢保证那个你刚说朱清义老师我如果这样问他可能会答不出来，因为答了高的是要上岸。那100海里、200海里，我们都可以讲那个鱼可以浮出水面啊，可以浮上来啊。可是它没有那个达拉哈嘎尔的这个意义，所以就会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修饰中文我们会无法去跟人家解释这个到底就是我们自己也会迷失在那个句子里面。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为什么要那么讲究那个中文翻译要很精准去对照，有时候会很不顺啊。就是我们听那个中文有时候会很不顺口，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自己的主语的句子，大概是这样子
Alex 可以知道我所讲的哈。我知道，就是一方面母语不要迁就华语，然后一方面又要那个翻译要精准，这样，所以就是尽量做到好。啊，你不要跟朱老师说我说他错。哦，不会啊，我不认识朱老师啊，我不认识。好，嗨，没有他们没错啦，只是说他是修饰啊，因为修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家容易懂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来看看 Alex 修正哦。这个什么啦？过啦，艺术，大家搞定了，哪一样对从海，所以他将身体从海浮上来，或者是说浮上岸也可以啦，这样可能就会稍微有上岸的意思，就是那个达拉嘎要有上岸的意思啊。好，那还有我刚刚讲那么久都没有新的例句哈，那我们就直接往下走了哈。森龙哥，我问一下，如果说是浮上岸，如果直接翻译，可不可以说达拉发发努里亚？可以这样翻吗？如果直翻的话，直翻达拉发发，是达拉不是这种，达拉发发努里亚这样。我不晓得呢。我这个我就不敢讲。那会不会这个可能要问那个，就是有常常在，就是去捕鱼的那个族人，那是不是浮上来就叫做达拉嘎了？不管离岸上多远，如果是的话，那就就就表示啊，如果说达拉哈嘎了这个字，除了上岸之外，又可以说浮上来的话，那表示我都没有去打鱼了。可是我不知道哎、如果说浮上来叫做达拉法法诺利亚了，我没有听过呢，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好，这个问题也蛮好的，这个回去要问一下哦，因为我没有听过，像刚刚凯明老师讲的说，浮到水的上面就是浮上来，嗯，浮上来叫达拉卡巴诺利亚了，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了，因为哈，嗯。像我们的族人，他们就像我们家的长辈，他们也会潜水嘛，就是拿鱼枪，然后大概就是离岸上大概50米、100米这个位置去这样上下在那边射鱼哦，因为他们也没有那种水费的啦，没有水费，然后可以对讲机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都用手势嘛，如果要上岸就用手势这样，他就两个就会浮上去。如果说他们有对讲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话。比如说，就说我们如果说两个潜水员哦，他们如果是可以在用对讲机对话的话，如果说他们说，哎，我们上去了，他们可能在潜水，哎，我们要上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讲。哎，达拉都嘎夫刚，嘎法尔，会不会这样讲？我也不晓得呢。所以这个可能要从这个就是在族人的经验里面，好像是没有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达拉哈嘎的是上岸了，达拉嘎都。那有没有可能是说浮出来，就是浮到水面上也叫达拉嘎？我也不是很确定。那请问，所以弄那个马宝宝不行吗？宝宝，哎，大马宝宝古迪勒哪一啦，比里样。
可这个毛宝宝感觉上是那个比较被动的，就是你知道那个咪型跟妈型的那个不同，妈型比较是状态哦，马宝宝就是形容他的那个状态，像是马宝宝。可是我要是我要游上去，那个可能不能讲马宝宝呢，因为他是主动的那个。人呢？马宝宝问，马宝宝问哦，马宝宝问，这个后面加 en， 信彦你是哪里部落的？阿公诶，巴拱，还巴拱是巴拱是什么阿美？海岸吧？是海岸哦。来，哦，如果你说马宝宝问，可能比较不适合哦，对，因为那个妈主要是形容他当时的那个状态了。那你看，如果说像 Alex 这个他说这个鲸鱼，它是因为它想要呼吸哦，所以它是游出来哦，并不是马宝宝呢。它不是说随着它自己的就是它随着它的那个浮力浮上来，不是这个马宝宝有点像是那个球，有没有？球你把它压到水里面，然后让它放手，它才会这样就是马宝宝，就是自己浮上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较不适合用在那个鲸鱼或是人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了。凯明老师，那个我没有给你回答。森龙哥，那个老师，是我刚刚有看到那个蔡宗涵的那个字典啊，他那个和干好像有一个概念是，就是那个世界的概念嘛，对不对？对。那好像说那个浮上那个水面，就是离开水本来的世界，所以达拉和干有可能就有点是离开它水面的世界，跑到那个就是水面上的世界，会不会就是浮出来的意思啊？我在猜的啦。哦，有可能我刚刚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基督教有没有？就是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世间，有没有？那个圣经里面就讲达拉哈干了，就是来到世上，就是这个字一模一样的达拉哈干了这样。那有可能你这样解释，我就觉得有可能那这样的话，Alex 刚讲的说那个朱清义老师讲的那个达拉哈干了，就是浮出水面，就很有可能是对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贾明老师，你是看那个蔡宗涵的那个达拉哈嘎的这个字义是不是？因为它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岸上，一个是世界，或者是外对，面。那我在想说，嗯，如果鱼离开了水面的话，就是离开了属于它的世界，那可能就引申成浮出水面的概念。我在想是这个意思。哦，那是很有可能的，应该是有可能的。所以，嗯，所以像刚 Alex 讲说，达拉哈嘎的杜古夫定，这个应该有可能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就是说鱼已经浮出水面，很有可能是对的。那浮出水面跟游到岸上，可能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达拉哈嘎的这个字的，应该是哦。好，呃，如果如果说我觉得是有可能嘛，因为说如果我那么执着是说这个达拉哈嘎是上岸的话，那个圣经那个解释就会解释不出来了。
就是耶稣到这个岸上，这样解释就怪怪的，所以很有可能应该是正确的。哎，那 Alex，那这样的话，那个朱老师那个应该是正确的。我这样思考一下，对对对，当然刚这个否定，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好，对，好，好，像刚刚信燕讲的那个宝宝，就会比较不好使用，因为它是像那个木头有没有就浮上来这样子，跟那个如果啦，如果这个鱼已经死掉了，被你射死，然后你让它这样慢慢飘上去，这个可以讲毛宝宝哦，就是因为它是利用它自己身体的那个浮力这样浮上去，就这个可以讲毛宝宝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有点我们可能只能讲到现在已经51，可能就讲到1个或2个。好，来第一个哈 g a r u m a g a t 我们刚刚讲是 r u m a g a t s a g a r u m a g a t a n 然后现在用 ga 好，前面加一个 ga，然后后面也是一样哦，中缀的字根加 om， 字根加 om r u m a g a t g a r u m a g a t 好，这个是什么？这就祈使句了。来试试看哈，写一下这个例句。好，我也写一个。好 g a r u m a g a t 好，我来念我自己写的例句哈，也是用那个 r u m a g a t 哈。Agak-arumagat i shifu'nu laran gisu。好，agak-arumagat 就是不要走路，不要走。i shifu'nu laran，shifu 是中间，i shifu'nu laran 就是路的中间，马路的中间哈。gisu 阻隔你啊，agak-arumagat i shifu'nu laran gisu，你不要走在路的中间。或者是我们也会讲说阿嘎嘎鲁玛嘎吉苏，那个吉苏也可以放在那个鲁玛嘎的后面。阿嘎嘎鲁玛嘎吉苏，你不要走路，走路在哪里？伊西弗努拉兰，这样也可以哈。阿嘎嘎鲁玛嘎吉苏伊西弗努拉兰，或者是阿嘎嘎鲁玛嘎伊西弗努拉兰吉苏，这样也可以哈。好，我们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啊，等一下，我再改一下，我又用到那个你的字根了。哎，等一下，是不是没有画面？我再写一次后，因为我用错字根。OK。好，没有关系哈。那个我来帮凯明老师，他是用拉嘎哦，嘎造，嘎鲁玛嘎杜，阿嘎嘎阿嘎嘎杜嘎，哦，不要懒惰，阿嘎嘎杜嘎，嘎鲁玛嘎杜。所以这个是祈使句、命令句啦，嘎造。就是有某个人哦叫嘎造，叫他说嘎造，走路了，嘎鲁玛嘎杜，阿嘎嘎杜嘎就不要懒了，要走路了。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呢？可能去山上在休息的时候，休息太久了，那个阿公就跟那个嘎造说：“阿嘎造，嘎鲁玛嘎多，阿嘎多嘎就要开始走了，不要懒惰，这样子哈。”大概的那个情境是这样子哈。好，
我们还有5分钟哈，赶快写。我们可能讲不到第二个。第二个哈，像那个拉嘎登，这个也是一样哈，它的那个那个情境，嘎鲁玛嘎拉嘎登是那个感觉是很像的哈，都是祈使句哦。或者我们也可以2个都写。好，还有例句吗？好，我们请凯明来念你的例句。哎，较早Zumigayen都阿爸子，较早跑起来了，不要迟到。好，这个就是那个第二个了哈。凯明老师，这个是第2句了哈，对也是一对对，样哈。改造朱米盖印哦，这个朱米盖印哦，朱米盖印度，所以它要有那个了啦哦，那个度要有那个了哦。像刚刚那个 Alex 也是有写那个哪里去了，有那个度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个了哦。好，改造朱米盖印度，朱米盖印度跑步了，跑起来了哦，可以。阿嘎嘎巴不要迟到。好，我再弄一个。好，这个也是用那个拉嘎哦。哎，等一下，那个凯明老师，刚刚我没注意到，是不能加中缀，对不对？第2个啊，对对对，我写错了，我修改一下，对哈，对对对，应该是几个烟度这样子哈，没有中缀哦。好，所以这个还是要分辨一下哈。第一个这2个祈使句哈，嘎罗玛嘎。然后第2个，如果是后面加 en 的，就不要有中缀了，嘎登这样子。我们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Anu mapolindo kisui agagatomangit agagatomangit 三国说你阿公的马过，我的阿公说，如果你跌倒了，不要哭。好，谢谢 Alex。你看哦，像 S， 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句子哦，我们我先讲字义好了，讲那个义。Anumapulin to kisui Anumapulin to kisui Akakatumangit Akakatumangit saan ko suar ni akong numaku. 好，suar ni akong numaku， 我的阿公所说的话，好，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好，我们先看主语哦。你看哦 ，Anumapulin to kisu Akakatumangit saan ko suar ni akong numaku。好，suar 就是说的话，说话。suar ni akong， 阿公说的话。numaku， 阿公 numaku 就是我的阿公。我阿公说的话就是 suar ni akong numaku。好，我阿公说的话哦，他说了什么话呢？Anumapulin to kisui Akakatumangit。好，所以这个我们那个什么，我刚刚有讲到哈，就是我们主语的那个书写啊。虽然我们这个课哈都是在讲那个构词，然后造句哈，几乎没有讲到这个书写。我稍微讲一下好了，看到底就是也提醒大家说，还是要注意了哈。到底怎么书写呢？因为这个符号的部分我不是很在行，
我先照我的理解哈，好像要这样子哈，就是我先修正一下。Anuma puliendo que so y aga katumangit 好。三个说你阿公那么公好，我给那个谁参考一下，那个 Alex，我在做修正哈，我刚刚有一个没有注意到，哦，这样子改哦，还有一个地方，那个第二个，你看一下第二个，好，阿努马布林的基数伊，这个逗号啊，你刚逗号在那个阿嘎的前面那边对，哦，好，阿嘎嘎多芒伊萨安，好这个这个萨安也错了，应该在。等一下啊，我再修正第三个。哦好，我觉得，既然我们要教，就弄正确一点啊。好，这个 Anuma Pulin to Kisui Agakatumangis 是安姑说你阿公那么姑，应该要这样子。所以那个双引号那个是我阿公说的话。哦，对，好，应该要这样子。对，来信息。好，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我不是很去注意到这个，但是不是很去研究这些符号啦，但是我大概有去注意到大概怎么书写这样子。那如果说有不同的那个，或者说有另外正确的，再跟我说一下哈。我们先请那个书贤来念你的例句，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哈。哎，嘎照，嘎姑妈恩都沙顿，嘎照吃菜。好，谢谢书贤。那起始句嘛哈，就是要命令人啊，嘎照，嘎古曼的沙顿。沙定哈，沙凳，比武哈，沙凳 ，TENG，沙凳，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哦，在跟嘎造讲，嘎造，嘎古曼的沙凳表示嘎造可能很少吃菜了，叫他整来吃菜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课哈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到现在我们就准备下课哈。那很多都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在边学习，然后也边讨论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别的意见，或者是说要做修正的，就在我们那个，反正大概明天或后天会有那个录影的哈，在 FB 上就直接在下面留言，如果有做修正的话，或是补充这样子。好，今天就谢谢大家参与。好，那我们就晚安了吗？下课。